家好啊！又係我哋神奇四俠啊，唔係神奇一俠。點解咧？嗰3盒去咗拯救地球。咁點解我今日一個人要上嚟咧？因為呢個盤咧係比較最近多港人去粵港嘅，因為佢其實係一個新一代嘅住宅嚟㗎。咁嗰個實用率咧係超過100，咁即係話簡單嚟講，買100等於110。咁同埋呢一度個交通非常方便嘅，咁去呢個大橋咧只需要15分鐘，同埋港人最熟悉嘅呢個華發商都咧只需要幾分鐘車程嘅啫喎。唔好講咁多，我哋入去睇下研究下。仲有咧，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呢個發展商最大嘅賣點係咩啊？就係有一個超大嘅會所啦，咁同埋仲有一個宴會廳。咁如果你話一班朋友嚟嘅話咧，其實可以租這個地方啦，亦都可以請廚師嚟煮嘢食，嗌到會都可以。同埋仲有呢度有一個哇超級嘅室內嘅恆溫泳池，我轉頭帶大家睇下。同埋有一個我好中意嘅大型嘅健身室啊！你睇下。咁大個空間，咁多嘅健身器材，本身我係一個好中意運動嘅人，哇！我見到都流口水。同埋仲有要求每一棟咧樓下咧都有一個兒童嘅遊戲空間嘅。嗱，咁我哋不如上去睇下示範單位啦，跟我嚟。好，大家都好期待睇示範單位。好啦，呢個就係99平3方設計，見唔見到呢度？哇！智能嘅控制全屋嘅家電，另外仲有一個智能鎖。OK 啦，睇下呢度。呢個房可以做一個娛樂室，另外呢一邊咧，生活陽台可以喺度晾衫。嗱，另外賣點就係你睇下幾大個空間。另外想講下咧，呢一個就係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喎。咁其實如果你好多人擔心，如果爆炒點算咧？唔使驚㗎，其實你只係可以將佢拉就可以。好啦，仲有。我哋睇下個主人房先。哇！你睇下個空間幾大。嗱，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3邊落床，1.8米嘅床。哇！仲有咁大嘅空間喎。好啦，呢邊咧你仲可以做一個衣帽間，咁裏面咧就係一個洗手間。觀眾如果有興趣咧，其實呢一個單位咧個均價咧係21,500到22,500。